各位細嘅朋友，我係杜森。今日就2025年，今日就4月5日，係農曆嘅於字年。今日呢就係清明時節啦。清明時節就雨紛紛。各位細嘅朋友，你睇七星岩啊，睇我哋個湖啊，今日真係一片霞霧，但係呢個係應節嘅，係清明時節雨紛紛。好啦，各位細嘅朋友，我杜森呢3句不離我本行啦，打返幾下蔡李佛拳，先俾個禮大家先。左掌有拳，一個鶴嘴，喝掌，收，哇，收，標，穿，1、2、3，打嘅插花手，連環拍捶上，跟住一撐掌跳高，阿蒙頭錘，落翼，左掌有拳，一拳，見禮，好。